来，你看一下来。来，咱是大辣椒的，看到了吧？你看炸出来非常干，你可以看一下。姜丝，姜丝，大的辣椒。可以看一下。行吧？你把姜丝拿到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因为姜它比较甜，脱卤的，主要是姜的它在后面一点。没有这潮不，不能说一点水也没有，有点稍微有点潮，不能说一点水。让它烘干机。前面站前面6点6点6点。